继续来看桃园的大园啊，有一个新起的仓厨的工程，现场是搭一个5层楼啊悬的杠梁，但是民众来投诉，讲这工人直接伫个面顶咧作业，身躯顶无任何防护的措施，根本是无咧顾性命。啊，这个工地其实这个建筑的执照也未核准，业者就偷走施工，市府已经命令因爱停工。啊，毋是安尼尔，附近的居民佫指控讲，因为工地施工害因的厝，这个土家砖甲壁堵，拢损害甲真严重。工人毋惊日头晒伫红色杠梁顶咧赶工，连伫面顶咧行，袂输咧表演高空特技，煞来又佫一来举家私咧施工。踮个镜头一个友远来看，伊是将近5层楼高的所在，身躯敢若无啥保护的措施，互人看了替伊紧张，万一若摔落要安怎？该工程已违反《职业安全卫生法》规定，依法可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，并予以立即提供处分。桃园大雅区有一座仓库伫起，工地面积超过1000平，和民众咧投诉讲，施工人员装备无齐全，讲这个业者无顾人命。更加含的是工程还未摕到建筑执照就咧起，附近的厝嘛伤着。你要厝入去你看，啊这若搭落这根久啊，这拢摕规个拢去啦，拢了诶，规栋厝拢爱拆掉啊啦。地砖拢变形，壁倒的泰路嘛破一空。受灾户讲，这拢是工地造成的。自从他们来这边挖土、挖泥土、挖沙，就很难过了啊！沙全部跑进来，把泥土堆来房子这边。有民众检举现场有3次施工之情形，那本府建筑管理处业已派人至现场，依建筑法第86条勒令他停工。建照还未核准，工地被强制停工，甲人的厝离差不多10公尺尔，敢有损害厝边的情形？市政府会派技师来勘查。针对违规施工，佫无顾到工人安全，市政府讲会加强监督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